再睇121啊，咁 Sir。對比上年同期，每股嘅單車盈利，我自己大約粗略計算過咧，比上年第三季咧可能下跌得係超過20幾個%以上㗎。喺呢個第二季開始咧，個內卷減價係好犀利嘅。佢嘅業績最靚就係上年嘅第三、第四季嘅時間。咁所以你用一個內源卷之後嗰個表現去同上年最靚第三、第四季比，咁一定係差嘅。因為你睇睇啦 ，Tesla 咧佢嘅盈利都跌咗37%啊嘛。咁 Tesla 都跌咗37%啦。咁我覺得比亞迪你如果跌20%，已經叻過 Tesla 㗎啦。因為而家比亞迪嚟講咧，喺嗰個海外嗰個銷售嘅數字咧，同埋出口嘅數字啊，都係贏咗呢個 Tesla 咧。咁啊，今朝咧我啱啱就印咗一張，啱啱就係中國車企呢個海外出口呢個係連續第三季1至到9個月份嘅。咁咧嗱 ，number one 就係奇瑞啦嚇，佢嗰個出口咧係928000輛，咁啊同比上升12.3%。咁啊，第二出口量最大就係比亞迪，佢係超過70萬輛。咁但係佢嗰個同比咧，比上年嚟講咧係增加咗107%啊，即係超過1倍嘅。咁所以咧，比亞迪今年嘅第三季佢嘅出口咧嗰個增幅咧係所有嘅汽車界之中咧係最犀利嘅嚇，除咗呢個東風。仍然嚟講，而家你睇得到比亞迪個出口量咧同比增幅咁犀利咧，佢明年有機會嗰個出口銷售咧可能爬過奇瑞，絕對唔出奇㗎。呢個係明年唔係講緊今季。咁啊，所以我覺得未來嚟講咧，比亞迪即係明年嚟講咧，我覺得咧佢個業務咧都仍然係更上一層樓，同埋銷售量都係繼續有增長嘅。